在台湾成千上万的长辈，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都是一样的：起床、倒水、吞下一颗降血压药。他们心里想着，我有乖乖吃药，我很安全。但身为一名看了一辈子病的老医师，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正是这个看似平常的习惯，可能会让很多老人家再也没办法看到明天的太阳。这不是在吓唬大家，而是在急诊室里真实发生的遗憾。如果您或者您最亲爱的家人目前正在服用高血压药物，请您务必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因为如果您不了解这背后的机制，您可能正在让自己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这不仅仅是关于吃药，而是关于救命。我们常说意外发生在一瞬间，但很多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早晨的一个跌倒，往往让整个家庭措手不及，甚至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接收我们最棒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有在看这支影片。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觉得没有，请输入数字0。这支影片不会讲那些难懂的医学大道理，我只希望大家能平平安安地度过每一个早晨。请花几分钟时间，这可能会改变您后半生的命运。说到这里，我相信电视机前或是手机荧幕前的很多老朋友心里可能会觉得委屈，甚至有点慌张。您可能会想，一生我每天都很自律，闹钟一响就起来吃药，难道这也有错吗？请听我说，我完全没有要责怪大家的意思。相反的，我在门诊看到像您这样按时服药的病人，我心里是非常敬佩的。这代表您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纪律。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抱着早吃早安心的想法，这不是您的错，也不是您做的不对，而是过去可能从来没有人能坐下来好好的清楚地跟您解释这个药物进入身体后的时间差。我们这一辈的人习惯了勤劳，习惯了事情要在早上做完，这种观念在种田做工的时候是对的，但在控制血压这件事上，身体的运作规律却比我们想的要复杂一些。所以请把心放宽，不要自责。您之前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只是今天我们需要把这个努力的方向稍微调整一下，让它变得更精准、更安全。接下来我会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慢慢跟您解释这其中的道理。为什么我会说清晨是长辈们最危险的时刻？让我们把医学术语先放一边，用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来说明，大家马上就会懂了。请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的血液就像是马路上的车流，而我们的血管就是道路。晚上的时候，就像是半夜的高速公路，车子少，跑得顺，这时候血压自然是低的。但是当太阳出来，大家起床准备活动的时候，这就像是到了早上的尖峰时刻，身体为了唤醒我们，会分泌激素，让心跳变快。这时候血液这庞大的车队突然全部涌上马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道路血管很有弹性，车多一点也能应付。但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血管往往已经硬化，就像是原本宽敞的大马路变成了狭窄的单行道。试想一下，在车流量最大的尖峰时刻挤进一条狭窄的旧马路，会发生什么事？压力会瞬间飙高，随时可能塞车，甚至爆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风和心肌梗塞都是发生在
早上起床后的这1-2个小时内，而不是在半夜。这时候最危险的误区就在于，您以为早上一起床马上吞药就能立刻挡住这个尖峰时刻。但事实上，危险不是因为您没吃药，而是因为救兵药效到得太晚了。当身体内部的压力风暴已经形成时，那颗刚刚吞下去的药丸还在胃里打转，根本来不及去疏通这场可怕的交通堵塞。这就是为什么清晨如此致命的原因。为了让大家更安心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再打个比方，吃血压药不像我们开房间的电灯开关，一按下去灯就会亮。药物进入身体，其实比较像是我们用传统电锅煮饭，米洗好放进去，开关按下去，饭会码上熟吗？不会的，它需要时间加热沸腾，最后还要焖一下才会熟透。口服的降血压药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您早上7点吞下药丸，它需要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最后进入血液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半小时，甚至2个小时以上。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空窗期。从您起床、下床、走路、去厕所、用力排便，到刷牙、洗脸、准备早餐，这段时间您的身体都在剧烈活动，血压正在节节高升，但这个时候药效却还像没煮熟的饭一样，还没开始发挥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们不是药没吃，而是要懂得去填补这个空窗期的保护。明白了这个道理，您就不会盲目的害怕，而是知道原来我们的身体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了解药物的脾气，就像了解老伴的脾气一样，顺着它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保佑我们一整天的平安。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诊间的真实故事。当然，为了保护隐私，我们称呼他为林国成先生。林先生今年72岁，住在高雄，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如果你见过他，你会觉得他身体硬朗，讲话中气十足。林先生是那种标准的模范病人，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住每天的血压数值。他常自豪地跟我说，医师，我这5年来没有一天忘记吃药，他确实做到了。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吞药。但是就在去年的冬天，一个寒流来的清晨，遗憾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早上，他如往常一样起床吃药后去厕所，就在他起身穿裤子的那一瞬间，一阵天旋地转，他在浴室里重重地摔了下去。当救护车赶到送到医院时，已经是大片脑出血。在加护病房外，林先生的儿子哭着问我，医生，我爸明明刚刚才吃了药，为什么还会这样？是不是药没有效？听到这句话，我的心真的很痛。我看着这一家人，心里明白，这不是药没效，也不是林先生不乖。问题就出在那个寒冷的早晨，血管收缩的比平常更厉害，而刚吞下去的药还来不及筑起防线。林先生的倒下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太过相信吃药就是保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拍这支影片，因为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一个像林先生这样认真生活的好人，因为一个小小的观念误差，让原本幸福的家庭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这不只是一颗药丸的事，这是关于一个家的完整。听完林先生的故事，请大家先把眼泪擦前，我们要把悲伤化为保护自己的力量。现在我要教大家一些马上就能用的知识，我们不需要去背那些又长又难念的英文药名，那太累人了。我们只需要把药物简单分成几类，
您就会知道该怎么跟您的主治医师讨论。血压药其实有分个性的，有些药是长跑选手，它的药效很长，可以持续24小时。这种药什么时候吃差别比较小，但如果能稳定覆盖清晨是最好的。有些药是短跑选手，药效快，但退得也快。还有一种常见的，我们俗称让血管放松的药，或者是让心跳慢一点的药。最需要注意的是一种利尿剂，就是吃了会让您一直跑厕所的药。这类药物如果您自作聪明改到晚上吃，那您整个晚上都要起床上厕所，睡眠品质变差，隔天血压反而会更高。所以重点来了，不要自己当医生，下次回诊时请拿着您的药袋问医生一句话：医生，我的这些药里面有没有是合改到睡前服用的？因为有研究显示，部分长效型药物如果改在睡前吃，刚好可以在您隔天清晨醒来时，药效浓度达到最高，就像是狱先派了保镖在门口等您起床一样。但请记住，这必须由医生判断，千万不要自己随便换时间。除了吃药的时间，还有一个隐形的杀手，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这一点很多长辈真的不知道，甚至觉得是养生，结果反害了自己。在台湾，中秋节前后或者平常时候，大家都爱吃柚子或葡萄柚，这水果富含维他命，细听起来很健康，对吧？但是如果您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特别是钙离子通道阻断剂，这颗柚子可能会变成毒药。为什么？因为葡萄柚里面的一种成分会绑架肝脏里负责代谢药物的酵素。简单说，原本一颗药吃进去，身体会慢慢代谢掉，维持正常浓度。但吃了柚子后，药物代谢不掉，全部积在身体里。这时候您吃一颗药，在身体里的效果可能变成5颗药、10颗药的量。这会造成什么后果？血压会突然降得太低，导致严重的低血压、休克，甚至心跳暂停。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吃药配柚子犹如服毒，这句话虽然夸张，但原理是真实的。另外，还有一些长辈喜欢吃香蕉来帮助排便，这很好。但如果您吃的药是有保甲作用的利尿剂，香蕉吃太多会导致血液里的钾离子过高，让心脏乱跳。还有甘草，很多中药或零嘴都有，吃多了会让血压升高，抵消药效。所以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吃西药的时候最好只配白开水，水果隔开2小时以上最保险，尤其是葡萄柚，能不吃就不吃。说了这么多风险，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害怕吃药。其实控制血压就像在照顾一个老小孩，只要我们有耐心，照着步骤做，就能相安无事。我帮大家整理了4个最简单的步骤，请您一定要记在心里，或是拿纸笔抄下来。第一，早晚量血压，救命靠自己，不要只在去医院的时候量，那通常都不准。请在早上起床尿尿后吃早餐前量一次，晚上洗澡完睡觉前量一次。这2个时间点的数据最真实。第二，数字要记录，不要凭记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找一本月历或笔记本，把每天的数字写下来。这本笔记本就是您的护身符。第三，看诊带记录，医生才清楚。下次去看医生，直接把这本笔记本拿给医生看。医生看到您清晨血压特别高，他自然会帮您调整药物的种类或服用时间。这比您口头说我觉得最近头晕要有用100倍。第四，药量不乱改，停药是大忌。觉得血压稳了，就自己减半颗。
觉得头晕就自己多吃一颗，这绝对不行。药物的调整是精密的科学，请把这个责任交给医生，您只要负责执行就好。这4个步骤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您能确实做到，我可以跟您保证，您发生意外的几率会大大降低。影片的最后，我想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跟各位说几句心里话。我们都走到了人生的下半场，头发白了，脚步慢了。我知道大家心里最大的愿望，其实不是长命百岁，而是不给子女添麻烦。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能自己吃饭，自己洗澡，有尊严地过好每一天。但是健康不是靠运气，而是靠知识和行动。今天这10几分钟的影片，如果您听进去了，哪怕只改变了一个吃药的小习惯，可能就避开了一次卧床的危机。这不仅是保护您自己，更是送给您子女最好的礼物。试想一下，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而倒下，孩子们焦急的眼神、奔波的身影，那是我们最不舍得看到的。所以我恳请您动动您的手指，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的老伴、您的兄弟姐妹，或是您身边也在吃血压药的朋友。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是挽救一个家庭的关键。一颗药若是吃得对，换来的是陪伴家人好几年的岁月。谢谢您的收看，我是您的医师朋友，请保重身体，我们下集影片见。